我觀看《武士生死鬥》呢一部日劇時，不禁聯想到明治維新嗰段血腥而動盪嘅轉型期。呢部以古毒遊戲為核心嘅虛構劇集，表面上係一場300名武士嘅生死廝殺，實則深刻描繪咗武士階級喺廢藩置縣同豐都令後嘅慘淡命運。劇中昔日握劍衛國嘅武士，淪為時代棄兒，被逼喺非法競賽中自相殘殺，只為換取微薄獎金或一線生機。呢個不僅是係娛樂化嘅大屠殺敘事，更係對19世紀末日本社會階層崩解嘅歷史隱喻，讓人感慨武士道精神嘅淪亡與人性喺權力遊戲中嘅扭曲。劇情從主角二郎嘅視角展開，佢係個10年未拔劍嘅退隱武士，因累而病逝而重拾刀劍，報名參加呢場從京都天龍寺出發，經7鎮抵達東京嘅殘酷遊戲。規則簡單而殘忍，每人頸掛號碼牌代表1分，需累積30分方能抵達終點。過程中可使用一切手段獵殺對手。主辦者阿懷宣布規則時，空氣中彌漫血腥味，300名武士瞬間陷入亂鬥。呢場遊戲嘅設計巧妙借鏡歷史上嘅廢刀令，1876年頒布，該令禁止武士配刀，象指幕府時代嘅終結。劇中安藤警官試圖以豐都令逮捕參賽者，卻被主辦方輕蔑化解，諷刺咗明治政府對武士嘅和平鎮壓。表面上係現代化改革，實則係剝奪武士生存權嘅暴力。武士階級嘅慘況喺劇中層層剝開，令人心酸。明治維新後，武士失去俸祿與特權，好多人淪為貧民或者流浪者。劇中二郎回憶戰爭創傷，10年未握刀，卻因家庭窮困被逼參賽。女孩香月為救村莊而戰，父母死於病魔，突顯下層武士嘅絕望。另一位角色谷祐金曾經係官家守護者，家族因豐都令被充公家產，為重振榮光而屈尊參賽。呢個反映歷史事實。維新後，約40萬武士中，多數失業，部分轉為農民、商人或者警察，但更多淪落街頭，甚至參與叛亂，如佐賀之亂1874年或主之亂1876年。劇中五谷等武士執着於挑戰強者，咬斷對手拇指，只為證明武士道不滅，卻不知呢個已經係時代嘅哀鳴。佢哋被財閥同警方操縱，成為賭台上嘅籌碼。更深層嘅悲劇在於武士內部嘅自相殘殺與外在操控。遊戲須經7鎮，每鎮設分數門檻，如天龍寺需2分，關蘇鎮需3分，迫使參賽者不斷獵殺。富豪們喺高塔觀戰，下注賭博。信件中嘲諷武士為舊社會餘孽，欲藉遊戲清除殘存。呢個直指明治時代嘅階級清洗。政府如新興財閥，如劇中三井家族聯手消滅舊武士勢力，以鞏固中央集權。幕後黑手竟係警察局長川路，滲透警視廳，處理屍體、走私槍支，意圖叛亂恢復幕府。呢雖虛構，卻影射歷史上警方同舊勢力嘅勾連，如內務省對氏族叛亂嘅鎮壓。武士們以為喺爭榮耀，實為權貴嘅玩物，從300人殺至128人，屍體憑空消失，藏於銀行地下，像指武士靈魂嘅無聲淹沒。劇中不乏人性閃光，卻更襯托慘況。二郎戶香月結盟響政，試圖喺修羅場中守住道義。金巴流兄妹內鬥，師傅為防絕技外傳而滅門，反映武士內部忠義同背叛嘅撕裂。換刀齋如幽靈般獵殺，像指時代嘅無情鐮刀。最終內務卿大臣遇刺，遊戲指向東京嘅陰謀，留懸念於下一季。但無論結局，武士嘅命運已定，佢哋係維新嘅祭品，喺現代化洪流中掙扎，卻終被拋棄。武士生死鬥以血腥動作包裝歷史悲劇，提醒我哋明治維新雖帶嚟近代化，卻以武士階級嘅滅絕為代價。嗰啲曾叱咤風雲嘅劍客，淪為遊戲棋子，實乃日本史上最淒涼嘅篇章。推薦俾喜愛歷史劇嘅觀眾，呢個唔單止係娛樂，更係對階級沒落嘅深刻省思。期待續集揭曉真相，卻亦都為呢啲感地武士默哀。